点像真正那种跟你小的小。但是徒弟尽量往下跳。今晚气度12度吧，应该12度，我出来的应该是14。车子里面要热一点吧，因为在地下室，1度左右，看看多少度。应该12、13度左右吧。13度。小朋友开始领舞，跟子的都没停。13度，这还有一个小朋友，这个好小，好小，好小。这个小朋友穿的正装，以前他的亲戚和妹妹说这个小孩很健康。他说他跳舞的时候，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他竖中指，跳舞的时候竖中指。我说我没注意到，他说你自己看他手势。红蓝绿，红绿灯的颜色。哦，蓝色没有的时候，红黄绿那是红蓝绿。
不是，这个是全国之声的，有点搞混淆了。那明明来了，那会儿我觉得他们3个站在一起，然后直接推进来。对的。林林家发特别下了，他之前给我找了有3束鲜花嘛，一直在，有些要到期了，所以他一直用水在续命那种，还是可以用。它鲜花有香味，他们喜欢。今天我觉得他选了另外一种，他要粉红色的那种，不是他要的是。最后我叫张希许真，我说他喜欢什么颜色，我就帮他选一个，因为他家里花太多了，不知道要啥。后边又随便找了一个玫瑰嘛，粉色的，全是纯色的那种。我等会儿把钱转给他，搞忘了。你们以后也看不了多久了，他们4个人就走了。他妈妈出院了之后，就他们都回德国了，就是看不到他们身影了哈。所以这段时间多拜他们吧。这后面那个是许文人，叫松吉。松吉在成都上班，他就不存在。这3个要回德国。他妈妈化疗好了，肯定就要出院嘛。出院了之后肯定就回家，然后就要继续上学。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留级，留级的话就多读一点吧。好里面你看了就，我就一连3天了感觉。罗马了。那个牛得调一下。那罗马的往那边来的嘛？罗马也往那边来。罗马摄影师都有。啊？什么装？你哪个团队吗？哦，有2个团队去嘛，是吧？没事。这没戴口罩，但是我拍了好多手机拍太多了，好多没发呀。背后好久没来了。对啊，他是他们穿的嘛，都穿了。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也不动情在哪呢？这什么公婆在前走，公鸡在这么老的了，咱俩也不搁在车路口。车路上。佳佳帮我们起来。他这几天在上班。他一直在上班那个。对，而且离这儿有点远，他有些时候就懒得。哦。这样，方向啊。颜色搭配的好啊，是吧？每个颜色，每个人穿的颜色都不一样，这些并且都是很鲜艳的颜色。后面是梅梅，前面就是曲拉在前面。老二在，老大在中间，第三。变装。哇！你看那个栏杆上面就是跟趴牢的人了。对。看到栏杆上面在健身的。对啊。这上面全部挤满了，这边挤了3个4个。
后，小拉姆在前面。调嘛，就跳这个，转圈圈，也有反应吗？应该不会，我都转起来了。
装相机啊，装相机的啊，装相机去装相机啊，你掏了就往里面放啊。有冬儿还没来，等会儿那个你等一会儿嘛。哎，对，我先把这两个送。00把00送了。002还有一个到底那个。00和那个闸西去这里都到了。啊，闸西去这里。还有一个。等会儿一等会儿。冬儿还没来呢。啊，小孩到了你给我打电话嘛，我好。好，你那边不在耍儿。00在那边，你看吧，我也是，正好也在。去这去房去。哎，对。我过去送了。是吧是吧。本来想一起送的，他们没来。这个是闸西奇珍的。啊，在后面，后面，马上过来了。就这个，你看那个。小朋友后面那个是吧？对。我看有点，我有些有点。对，照片上有嘛？照片上有他们那个照片。是黑衣服那个，这是小拉。这个是清楚，个子比较高是吧？也不是没有确诊高。他也没到哎，我还没看到他。
他一个，就他一个，哎，没来的话补充吧，应该没有了，有10个，没有了，有些安排了下周的。下周。
啊，勇气啊，你一票给他投。他跳的特别好。他经常迟到。啊，没有洗澡，妈妈给你洗澡，明天给你洗哈。
在生气。那谁喝水？马上就睡觉了啊？睡着了吗？有。啊？肯定不聊是吧？他喜欢小朋友。哎。他们这儿摆了都是三个，都摆了好久了。淘宝上也没人买，我为什么要在国际上买啊？然后后面你给我买看看，是周围吗？谁？哎，你就在罗马吗？是不是在罗马？他们说你在罗马。罗马有啥子活动吗？没有活动，就是人就说有点说多一点多。啊？它是汉文，有些日文，有些是，其他的是什么？有些中文就正中文嘛。中文看到，英文有些认到，韩语认不到，韩语完全认不到，不认识。
还有一个没来呢，还是没来。那他还没来呢？我问一下好吧，啊？我问一下好吧，我为了他没有朋友，换个城市吧，去打电话了。我再来一个了。对，我没想。看信息了没有？都没人给我发信息啊。哦，发了，发了。哦，不急，他马上那个了，他家里面来客人了，来客人了。周八也来了啊，周八也来了。我们那边都完了吗？结束了吗？
这个应该是昨天晚上也给了。哎呀，我看一下他到没有？看一下。醒过来了。相国之声和那个是完了。来得及，送花了还有。有发几张？有。对，咋拍吗？索尼。我晓得，我一直帮我小，小的。这个也一样是吧？对，这个也可以精度大一点。对，就全框回来。全框大一点。对。它这种对焦，最新的它那个 AI 用的很好，上面一个芯片，上面一个 AI 芯片，对。上面一个芯片，上面追踪那个很多那个可以追踪鸟儿啦，就是比现在。
差不多哦，差不多换锅了嘞。哦，头上去扔了。他们来实验室这边比较少，你看松集团城里面长大的又不一样。哦，直接就收了，好几点25，好亮哦，好亮哦，看清清楚楚的，这个狗狗，看清清楚楚的，这个狗是我吧？啊，马上收了，太认真了。啊，这个狗狗好玩。8点多了，它不咬人有关，随便嗯，根本不会咬我，不会，而且不会叫。现在是8点，对啊，几点了？8点多。 9点25，还有5还有5分钟分。钟。
哎呦，叫他。还没来。要放那个？青稞酒，我不知道要怎么用，你知道的吗？10万，直接10万，青稞这个10万。哎呀，我的天！用到这个群里面直接是这。哎，昨日长吗？不是，直接搜青稞酒嘛，直接搜那个直接就。哎，我不知道打不起。随便转转。嗯？不行，昨天晚上你放了没？他说他马上来了，还有几公里，他堵车，要来，那你要等一下嘛，我来跟你联系，好，拜拜。
结束了吧？没多，发到了人，大概在路上。什么平台？我可以关注一下。这国外的，会。国外。他还是要过来，因为马上到了几百里吧，几百里。马上到了。他发消息，他马上到了，几百米吧，马上到了。来来，老百姓过来去。对哦，可不可以成家嘛？可不可以成家？你这不轻啊，老大高一点。过去了，我就去成。我去帮。对啊，就等，本来就等他，本来就等他，他要过来了。没多，马上到了。没到，多了马上到了，他堵车。我很早就来了。他也来了嘛，马上路上打车。对啊，他堵车呀。多少老师？他那个。哦，对，隔空，你把那个隔空头先打开。我去称几下，我去称。花没送来嘛？哦，没多，今天没来，他家里面有人来了。没到。多尔。现在花没送。好，所有人。哦，打开了。好，我看。就是在没有那个的嘛，没有那个。问投诉嘛，所有人。对，我给你找啊。我把那个视频发给他。在前面。来太多了，眼睛都看花了。你看，这拍照片的拍好多。这个是跳舞的。哦，来了。哦，等一下，我把他上来，我让他过来啊。不然我不知道明天来。我今天你在家里面在吃火锅。哦，自己弄的吗？自己搞的。喂，哎，你好，他过来嘛，进来嘛，我就在中间等他，已经到了。其实哥哥，他要送过来是吧？对，他就在旁边，哎，好。对，没懂那个人。对。你们一起的吗？啊，你看你这里。嗨，小李哥。哦，那个。只要一个视频就可以了，其实不用发他。还有说那个的嘛？我把那个视频发给他。这个哪里啊？这个是开局的那个。先翻过去搜了。看了那个。更难做这个。有在看你。来，先发了那个问题真的是。你叫叫哪个名字？许真走了吗？应该是这个吧。我是14。啊，我这就来。哎，小孩定位的。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我都你跳完了。本期的名字。好急呀，他这个我感觉。关于就是系统设置，就是通用。那关于本期第一个。就是不是如果是这个。先李哥是不是这个？啊。这不是这个。抬高。哦，暂时不收。结束了吗？还有一个包。这个还有。啊，我感觉我跳好久啊！妈呀，什么？服了。我要好好学。什么？你跳的？没有我跳的呀。你笑起来的时候。随便发照片发给你嘛。反正你回去删也可以。随便发点照片给你。
这个应该很快，不是，这个你不是说我们拍那个？这个跳舞的要不要？对对对，团队跳舞的，反正发给你们，反正自己记个记。喂，我就在正中间，我在中间。啊，好哥哥，好这个好。哦，这。这边不客气，没事不客气。那是你们家人吗？是你们家人吗？哦，亲戚啊。好，没事。我说我把那个传给那个，我把传给玲玲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不是上一上下一下。对呀。现在正在传，还有很多个，有照片有视频。这里面啊，你在聊天那个。哎，玲玲我走了啊，宝宝，我家里朋友在等着，我们饭都没吃完。饭都没吃完，快回去嘛。什么？好吧。妹妹太好了吧？这好水。辛苦什么啊？你们跳舞的。带这么大的这么重的一个东西。不重。宝宝我走了。好了。哎，其实没有多远啊，其实没有多远是吧？多远？我就是神仙树那边。哦，还是有点远，这个花超级香，放在家里。对，废话嘛。他那个鲜花都没有啊，他本来今天没有那个，本来还领舞的。谢谢啊。拜，好。神仙树那边没有多远，不是很远。真的，于叔叔，一会儿给我们4个拍个视频可以啊？好，谢谢音乐，爱你。好的，好。哎，玲玲没走吧？哎，玲玲呢？在那边，玲玲。哦，不要，等一下，我还没传完咯。我把那些这个时间的，我传了半途，把那个他过生的那些传一传。先不要关了。传了一半了，不要走，他那走了之后就没得那个了。我自己买了一棵圣诞树嘛，我家里买了一棵圣诞树，我就把所有的这个全部取下来，然后挂到了圣诞树上面。对，你那一几束花可以全部立起来。对，我把所有的灯都拆了，然后我全部挂到我的圣诞树上。对。圣诞树应该顶到房子上面的。拉一下小，我绑个头发，马上可以。哎，对他们4个，在那儿商场里耍什么？要去加班。昨天就弄点去噻。不是，昨天我拿了音箱嘛，昨天王文来没来，今天他来了我也没拿音箱。直接到那个了嘛，他们直接跳绳去噻，不用管那些啥子嘛，这边跳，我们在楼上也可以跳，楼上也可以跳。还有一大部分了。还有一大部分。没有，已经一大部分完了，几十个几吧，20多个，不知道有10多个几20几了，10几多。那选嘛，我没有拍很多。叶子装，我要好看呢。我住门，快了。那儿去？这重不重啊？不是很重，你试一下吧，7、8斤左右吧，7、8斤左右。因为我那个肩那个。你这个手必须要戴到这儿啊？不用，这里面也可以，都可以，这边放在你拿也可以，这样拿也可以。这样拿它还。对。那有点臂力不行。这就练出来了，已经练出来了。这个什么？哦，妹妹。另外一个姐姐呢？他走哪里了？
去哪走了？我都不用为那个科目三还要看，科目三可以学呀。科目三啊。长办科目三。这样的。巴士真的。要干嘛？巴士要拍。我在你拍一个接收东西。接收东西。拍照了。哎呀，那个梅豆姐姐不知道，我爸爸想见一见他。啊，哪个梅豆姐姐？哪个嘛？哦，你爸爸想见多少吗？哦，都走了。你狗狗呢？他家里面来客人了。狗狗在那边，狗在那边。这儿对面。我有走2.7。没有。还有狗狗消失呢。没有。好久不见，我没认出你。我没认出来。不谢。怎么卡了呢？一大半了嘛，完成了一大半。叔叔拜拜，下周再见。下周啊，明天就是嘛，明天就下周了。明天就下周了嘛。下周5见。好了，好的，好，我拜。怎么卡住的感觉？看一下。我差点选。啊，充电了吗？在直播，一直在直播。这个是啥的？我错了吗？嘿嘿。你为什么这样？妈妈了。他今天叫的。他要分人，他哇塞。他要人。上次他不分哦。他要那个，有点急了。他说你咋回事？不是还不走？话都说完了。哎，对，但是我这儿还没那个传东西。好了吗，小李哥？你看你那边嘛，还没有哈。我不知道你发了多少。好，拜拜。好了，一大半嘛。这个是你的吗？对。结束了那个。就这几个是吧？不是，还没结束吧？你看你那个，没有。你看你那个隔空呢？看到不？你往下面拉也看到不？就这点高那个。我这看不到耶。这。我这看不到。你点说一声，但是可能。他没有有可能是没有那个没传过去。我把视频发给你。那个视频我已经收到了。收到了吗？这个是6分钟那个啊。其实就够了，我主要是想要这个。那个。我想那个去取消了。但是我看还有那个视频，还有就是切蛋糕那个，就在上面那个，是上面那个吗8号。太隔了。6分钟了，等下我给选，我选下那个筛选。视频。这个太短了吧？这个要不要？这个太短了。这个要不要？这个。可以。这个吧。这个是团队跳舞的那个，团队跳3支舞，这个跟着他们跳3个舞。这个已经收到了。可以了。你是不是还要给他们妹妹拍照？那个不是这个不需。他们3姊妹吗？那个4姊妹吗？3姊妹啊？3姊妹。对。你住哪里啊？不远，经常是我哥哥来这边，这里等他。估计还有。这些唱歌的不要嘛？这
这个不用，这也不用唱歌的右手。这个10多分钟，这个12分钟左右不要不要， ，16分钟。响吧，照片也不用把照片顺便传给你。不用了，又是那个纯享照片太多了。对对对，太多了。照片那个周老师他们都给我分享了好的很多。好。可以了，谢谢小没事没事没事。走吧走吧，过去。走吧。走过去。走了。走吧走吧。拜拜。拜拜。好怪啊。哎，走。马走吧，回来。玩一下。走吧，走，我去境外了，那里是个商场。好，拜拜，明天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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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不客气，拜拜。再远一点的算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
快点。你是傻逼吗？有病！没啥，哎呦。只有几十秒钟。只有马上，他要走了。你看又不讲，你看滚4姐妹，然后喝饮料，然后给他那个钱喝水。那你们看一下嘛。那现在没时间了嘛，主要是。这现在没事。快一点，快一点，马上时间不够了。出去讲。难到了吗？哎呀，那不差了。你们两个在搞什么呀？真的是。这什么呀？不对，下不对。这我有。垃圾装的，他有。但是我这一身。你还在乐着看电话，我吓死。放吧。没事，反正没事儿。人家缓缓下到了。嗯。哎呀，空了，下空了都。不怕。啊，缓缓不怕。你要先去走啊，离远一点。没事。走了。
可以，你们不是这样的。